中台丹纳斯重创云嘉南地区，位于后壁的台南教养院屋顶被吹翻，院区的多棵大树被强风吹断，灾情相当惨重。这次风灾过后我们是趁这个机会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各方的资源不断的主动的提供。让我们很快的，就是清洁问题陆陆续续都恢复当中。那我们今天虽然是假日连续2天有非常多的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也帮我们连接很多的志工资源也都进驻所以我们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也是也跟我们的院生讲就因为别人的帮助然后我们自己也要更努力所以我想未来我们有信心很快可以恢复我们的家园。看到院长以及院生的无助，台南市社会局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发起志工招募，好在社会处处有温暖。得知教养院困境后，南区大中里长许志雄二话不说，跨区来到后壁相挺。身为地方基层这一次的台风在我们里内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非常幸运。然后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说这边有在招募志工，所以我们就深入第一线，然后希望能用我们绵薄的力量，然后让环境可以赶快恢复正常。所以目前我们在第一次来西北的时候，我觉得这边应该最缺少的是人力，所以希望如果有空可以去支援这边地区的人力，让他们的环境可以尽快的恢复原状。除了南区的里长，安定区的港湾协会也出动多位志工响应爱心行动。我们就里面就组织几个志工团员来协助这边的一个复原工作。那我们前2天的话，也在安平那边也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协助清扫工作。那平常我们的话，我们湾港的一个志工团的话，主要是说会到各个社区的关怀据点啊，或日照中心啊，甚至说养护中心，我们会到那边到各个据点那边去做服务。台南市社会局志推中心发起的志工招募，总共有2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参与响应，其中还有外国夫妻档以及台北谢姓夫妻一起来协助恢复环境。北南部可能就比较灾情比较严重，那我觉得他们这边的人力也比较不够，那就希望比较有体力的人可以来这边协助大家，一起帮忙大家这样。First came in, it was a shock of just how much ruin and leaves and trees are all down. So it's really good to see all the helpers come out, and not only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but people all over Tainan come to help out and do the best they can. 因为我们是从台北过来，然后台北来，对，所以其实因为台北这次风灾影响相对比较小，然后来看到的时候，因为开车过来，沿路开车过来，发现其实灾情比想象中的惨重蛮多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局部啦，那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还是尽可能帮忙。风雨无情，人间有爱。志工不求回报的付出，只为尽份心力，照顾弱势角落。志工行动令人感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